真侪私立大学因为招募学生爱收起来，彰化数学工会有开记者会，因是呼吁教育部应该互公立的学校甲私立的学校拢平啊减少招生，嘛要提供私立学校加一寡补助。受到少子化冲击，陆续传出私立大专院校停办的消息。司法工会14日立法院召开记者会，要求教育部赶紧想办法。捌做过公立大学校长的周顺雄表示，大部分民众拢有公立学校优先的想法。少子化了后，侪学生拢选择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是真恶生存。外国一些统计一个国家大概100万人可以支撑一所大学那台湾2300万人，照理说只要23所大学就够了但是我们现在有150所大学，要召开高教的一个蓝图的发展会议了那应该要进行第二波的一个教育改革。工会甲学者指出，公立大学学生家境普遍好过私立大学，学费煞较低。公立大学阁得到较侪来自政府的资源，公私立学校的差别会愈来愈大。因认为面对少子化冲击，教育部应该补贴私立学校的学费，而且公私立学校要同齐减少学生。111学年度日间部的这个大学的学士班的名额，一般的大学大概是4:6，那技专校院的话，公立只有20%，私立只有80%。那在这样的差距状况底下，公立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少了。教育部表示，若是同齐减少，会有公私立人数失去平衡的问题。但是工会嘛伫记者会批评，私立学校学生人数较侪，摕到资源却比公立学校较少，发展阁受到侪法律限制，认为政府根本无重视私立大学。记者郭文定随台北报道。